那眼睛的动作的部分呢，这个是在好诶，你摸了做，把摸得，把摸这，把摸把摸正把摸正，把摸这摸里照这个就是瞪眼的一个词汇有各部落的这个说法都不一样所以呢，会这么多的这个词汇。好，第二个，米福德，米个别，闭眼睛。好，第三个，马西六有一点斜视的意思斜视，马西六就是有这个马西六也有分两种一种是斜视对歧视别人的那个用意斜溜的意思。另外一种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这个斜视斜溜还有这个马西六，还有第四个米西六，有瞧不起的对，就是这句话米西六。好，第五个的部分，巴马大使眼色。好，第六是马巴多，马巴多是肿胀，肿起来然后第七个，你能看，所以眼睛的动作非常多，所以你能这个部分是一种看的意思第八个，米黑宁，米黑宁是窥探的意思然后再来就是第九个，米 hawk，我是埋伏，米 hawk 也是属于眼睛的，有一种待观察的意思吧然后再来就是米真奥，张开眼，米真奥。凯明老师，我的声音够大声吗？可以，很清楚。好，谢谢。对，第11个是基鲁萨基鲁萨马里盖老师，你的声音听不见。老师，马里盖老师，你麦克风没有开。老师，你的麦克风好像没有开。我的那个手机对不起刚刚手机突然没有电所以我现在赶快恢复，抱歉。好，我们继续第12个第12个是马布拉，有眼病就是沙眼的意思有眼屎。好，第13个马比利，马比利是有点眯眼眯着眼睛的意思要有不同部落的地方呢，有的是说是单眼皮的意思马比利。好，第14个是米格奈，这个怎么念？萨克比特，萨比萨克比个别萨克比个别眨眼，眨眼，萨克比个别。然后第15个是吉夫之 git， 长针眼，福之 git 这个是长针眼的意思然后第16个米弗里嘎，是 翻白眼。好，
好，第17个马正，马正是眼睛有点刺眼，就光线照到我们的眼睛的时候，马正刺眼。然后第18个马夫拉，马夫拉是白内障，白内障。第19个马布号眼瞎。20米个这米个这闭上眼睛米个这还有再来就是米萨姆里姆里米萨姆里姆里马伦正马伦正么这边怎么样？眨眨眼的意思好，再来就是揉眼 minute 揉眼睛minute 第23米 IQ 米 IQ 抛媚眼米 IQ 抛媚眼马欧生皱眉头的意思马欧生然后第25个，这里我们待会儿我们要做一个讨论。Sera 还有 Senai， 这个有一首歌叫 Senai Senai Sakurusa， 这个 Senai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来一起来讨论。Anakku kita tolong Sari kakak atau Sensei Masane kura serai ya Hapinang 是不是掉眼泪的意思？你等个给他们美惠老师，你顾老师，那个说好多了senai ini turanan 马里盖老师，是上个礼拜苏贤有查到一个单字叫做 sera，就好像那个土地嘛，那个 sera，它当动词用的时候，可以当成洒落。是哦，会不会是 sera gurusa？ 就会不会是这样的？那就唱歌唱成senai，有没有这个？有可能哦。这个 sera， 对，应该他这边的直译是地嘛 ，sera。可是你刚刚说它当动词的时候可以当洒落的意思啊。sera，可以哦。sera 可能是以这个 sera 的那个意思然后为了要好唱，他就用那个 senai 或者是 serai 这样的意思吧。用猜的，不知道其他的老师的意见。我问问看，美惠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对。serai 啦，因为眼泪就是掉下来嘛，serai sakurusa。所以因此不是叫 senai 了所以你看那个以动词来讲的话是 sera， 那 sera 的意思洒落，所以他就用讲 serai，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恰当。他如果有强调是当下落下来，他可能加 ay 嘛，serai 有没有？就变成 serai 这样子。当下的那个情境了，类似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对这一句 serai， 不错。马里克老师，
我们可以这样讲吗？那个米色拉古鲁萨鲁马古可以这样讲吗？马斯拉，马斯拉马斯拉，马斯拉古鲁萨鲁马古可以这样讲吗？这样讲没有错。如可以这果米斯样讲吗？拉的话就米斯拉就不行了。哦，马斯拉马斯拉，可以哦。哦，对对，那可马斯拉可以。能是这个字哦。嗯，那我要增加一个字哦，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来讨论这个 sra 这个地方哈 sra 哈。那因为我有新的一个字词哈，那我有听一些那个齐老在讲，还有瞪眼的那个词汇哈 miris， 我们这边刚 miris MERIS Maurice MEL MERIS 对哦，这个字吗？ Maurice 对对对对 Maurice Maurice 所以也是瞪的意思哈、哦。也是瞪的意思，它字典里面是怎么讲的 Maurice 也是注视的意思吧，注视或瞪着，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面有没有母德？母德母德有，把母德。啊，把母德啊，对对对，专注嘛，有哦，把母德有哦。嗯哼哼，哦，好，OK，那我们就是有增加一个叫Maris 嘛，增加一个 Maris，注视，瞪着 Maris，应该还很多词汇哈，有关于眼睛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当我们多一点的这个跟老人家说话的时候，说不定他还是有一些新的字词，我们不曾讲过的。马里克老师，我看到他的同义词这个字也是吗？母给母个儿，母哎，好像不是哈、哦。母个，这它是吞食了。对，它怎么放在一起，那就不对了。嗯，米母个了，不太像了。米母个不太像，米母个的有点像了。米母个它也是有点像瞪的意思了。也是有这个意思。它更这个是吞噬跟吞食啊。哦，可是在这里按照它的这一母个的有点母个的有点是瞪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吗？但是我没有听说过了，但是应该也可以这样用吧。Memories 啊，这个是有了 Memories。好的，好我们今天有增加了一个词汇哈，Memories。好，我们回到25这个部分 slide，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slide 是按照刚刚那个美惠老师讲的没有错了，这个 slide 以动词来讲的话，加一个 y， 好的那个啦，哦，洒落。哎，你回到刚刚那个字典那边的，这里下面你看护送，这个有一点目送的意思，死了哦，目送的意思，你把死了给过这样，
目送哦。嗯，有一点目送的意思，是吧？所以老师，我们这样推论应该是可以哦。可 Serai 以，可以，应该是 Serai 应该是，Serai，他为了唱歌方便变成 Serai 这样。对对对对，就洒落嘛，就是它加一个 Y 的话，就比较可能是很就是洒的很那个眼泪掉的很快啊，对对对，眼泪掉下来嘛。有这个意思了，很好。所以说它有目送的意思啊，是啦。Pasrah aku tuh Marina Ai，有时候有人会这样说的，嗯，你死了多拉放，你看是不是有这个？你死了多拉放，所以他有目送的意思吗？老师？目送的意思哈，或者 OK，很棒，太好了，今天增加了2个这个词汇啊，如果各位老师有在这个方面，在眼睛的这个动作有新的这个词汇，也随时都可以提出来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啊。我们继续啊，也一方面我们一面等其他的老师上线，那我们继续往下原来是脚的动作，不脚的动作现在是脚的动作。努爱努爱人吧靠，把个来动脚的这个动作，相信很多的 knock 踢的 knock tukar 都是knock 的 knock的 knock t e n o k 的 knock t 比较北边的主盖是老师，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个打的动作嘛，那个打的动是作里面有包含的踢啊、踹啊。那我们现在有吗？来看一下，不包含那些打架的动作的脚的动作，是不然这个会跟那个上面那个打有重复到。重复对对，这个会重复到，就是那个比如嗯说那个走路、跑步、慢跑、跳高那种的，类似这种的。哦哦。好的，大家应该有听到我们脚的动作呢，我们不在乎了这个有关于打的打的这个方向我们就是运动的方向，我们来对对对。做一个讨论运动的方向，脚的动作的部分，我们ini kita haus tadi kakak讯息吗？不弄这个脚的，uno pakai no ai 哦，情绪在新西兰那边，你来马迪利。还呀，肚我看看，皮哦，踮脚。tukiar 蹬脚，是 tukiar 吗？好，对，tukiar 垫脚，都叫了脚踮啦，踮脚啦，踮脚做咪盖啊，对，主米盖跑步，主米盖
美惠老师，你 baroque 是什么意思？踩跳舞的时候跺脚，就是跺要脚很大声。跺脚跺脚。跺脚啊，你 broke ，broke 它是只有用在跳舞的时候才会这样讲吗？还是敬酒的时候，跺脚都可以？敬酒的时候也要跺生脚啊。气啊，哭闹，哦，跺脚都可以哈。这个 broke 它也有很多种的解释了。broke 哈是一种，有时候是怎么讲，就是在蹬脚的时候是对生气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个 broke。哦，敬酒的时候也要米 broke 啊，巴卡隆爱。对，来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往后蹬嘛，往后蹬，broke 敬酒是。还有也有这种也有这样的解释了，就是说回到家的时候，我的更好过我爱一把不到了，这样要回到家以前呢，在门外为了避免这些污秽的这些鬼气呢跟着我们身上，不然很多我爱有再进去，也就是把那个鬼情赶走的意思了，很多都这种解释。broke 米西大气，脚底在那个抹一下，这样在地上。西达西大气就是脚底呀。哦，脚底互相摩擦了，去打线。就是那个门，那个要进门之前呢，有一块布嘛，把那个脚那个鞋子的泥巴给它擦干净了，洗大气灯后这样。老师怎么拼？洗大气，对，这样对了，洗大气，这个脚底搓吧，搓脚，哎，搓，不知道怎么解释。脚底磨蹭，请教一下哈。马里根老师，我确认一下哈，西达西是那个尾巴是 T 还是 K？T， 这样就对了，这样子对，它的中文叫做脚底磨蹭哦。对了，脚底磨蹭了，对啊。蹭，对。对这个蹭，是不是说是就是刚刚小白老师说进门前的那个，就是进到家门之前要把脚抹一抹干净的意思吗？是。哦，过去老人以前哪里有在洗脚，就上床睡觉，然后那个脚底板这样搓一搓，就这样进去，这个就叫这个洗哒。哦，就是睡觉前，然后你要上床的时候，反正要把它弄干净，就是用米洗哒。洗哒，哦，那我懂了。打过，你把它拼出来，打和过 ，TAHE KOD， 哦，D 哦 ，KOD，这个是什么意思？打过是跳跃的意思，跳跃。哦，跳跃哦，好。跳跃。我们一般是讲米达和 good 是这样念吗？用咪吗？对，咪用咪。
美惠老师，你看还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关于有在想一下，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啦，Rumagat 走路啊。对，怎么看？好还，有米粒巴踩脚，哦，对对对，米粒拜，米粒拜，有没有喉舌音？有礼拜，对对，有用 R 哦，啊礼拜哦要用 R，哦，米里巴踩踏的意思哦。小看，礼拜。有没有那种偷偷摸摸走路的形容词啊？诶，有偷偷摸摸的，我想想看，米壳壳，哦，你 hook 是那个呢？你 hook 是怎么讲呢？它埋是伏吗？是不是这个字？咪 ho ho 嗯hook 是埋伏没有错，可是它一般都是拿来讲什么叫什么大声宣扬的意思吧？你过去没有喇叭嘛，所以呢，你 hook 啊，它宣跟那个导的意思。脚的动作有关系吗？没有，没有呢，没有哈。它跟那个眼没有睛偷看那种的才有关系。哦，啊，那个美惠老师，你刚念的是这个字吗？米壳壳是 HOK 那个，我就写新西兰那边。对对，米壳壳是偷看呐、窥看呐、或者是偷瞄。窥看，米壳壳，米壳壳的呀，米壳壳的埋伏。所以它也是，所以它有那个偷看的意思，就是它这个是偷窥的看，对，多看的意思，没有踮脚，跟脚没有关系哈。它这个没有没有啊，关系啦，它跟看有关系。没关系，哦哦，因为我们现在是讲脚的动作啦，我懂，我知道你的意思。脚的动作，老师，你现在在讲眼睛的动作是不是？对啊，你刚刚说米好扣，我就想到它跟脚没有关系，它是哦，那我们偷看有关系。我看回到老师第五跟那个，个米提宁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对，我们那边是讲米一定是看一眼，那米好扣是偷看呢，都不让人家知道，也是意思差不多哈。应该是啦，地方语言。米我个估计班那样，我去看一下。可是那个米好扣是偷的，不要让人家发现。也是有偷看的意思，没关系，把它放在一起。对呀、可以啊，可以啊。跟那个米令哈，脚的部分可能有米弗蒂尔多爱，因为那个米弗蒂尔就是弹脚，跳舞的时候有那个弹脚，就是踢脚，就是不是打架那个踢，就是弹脚，就是跳舞的时候脚要踢出去啊。老师你在讲是不是这个字？这分店是这个字吗？对对对，是这个字哈，米是不是弹橡皮筋那个一样的同一个字？对，像皮筋。可是我们形容脚要跳舞舞姿的时候，也可以讲米弗蒂尔多爱。哦，把脚踢出去吗？怎么形容？对，踢出去踢脚，还是踢脚，踢正步。那个有没有阿斌？像那个阅兵的时候，不是要踢正步？那个应该是米弗蒂尔。类似那种哦。对，
所以 mifadir 就是把脚这样踢出去的意思。是，还有一个 sera 的哈嘎干是不是？它的相同义吗？我看一下哦，蹲哦，哈嘎干 ，OK， 干蹲的意思，这个是讯息栏的那个 sera 的。哦，老师，这个字怎么用？要加咪吗？还是讲哈嘎干就可以了？哈嘎嘎难呢？要加一个咪啊，要加一个咪，哈嘎是不干是？对啊，哦，对。你还看干蹲跳打棍跳跃。哎，那如果有蹲，那跳怎么讲啊？打棍啊 midroot The roots， midroot 哎，跳起来啊，the root， 这样子哈。meet the roots 哦。你们北部的叫什么？叫北部的打棍人，打棍跳打棍 ，root 也是啊，root 也是。哎呀，打棍，打棍。哦，有啊，打棍。米打棍跳跃嘛。打棍呢？七呢？打棍呢？打棍。哎，打棍等我一下哈。打棍跟那个打棍，扎棍这样啊，哎，也是跳跃呢。对啊，去采那个芒果的时候用跳的啊，叫棍人这样，他们不叫。我们还有米打棍，我就没有听到。打棍，对，我那边是这样。我们那边叫打棍了。打棍，也叫 throat。哎呀，跳跃。脚的动作米哈。所以小白老师，米打棍跟米扎棍是可能是方言的差别，是不是？应该是哦，因为我们那边的话都叫扎棍啊，或是米德罗扎，啊。那个大部分哦，米德路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条水沟啦，哦，要跳过去的时候，那米德路那个叫米德路哦。如果说要采芒果，要往上跳，对不对？去采那个芒果啊，变成米扎果这样呢。哦，所以米德路只是往上，是不是？也是往上。都可以，是不是？哎呀，米德路大部分哦都是快点啦，快点跳水沟啊，德路船是啊。如果说要去采水果的时候，在树上米扎棍这样呢，往前跳。不同的说法，我们奇怪。一个是往前跳，一个是横着跳，一个是垂直跳的意思，对不对？
这个人这样。打过。你哎，那个美惠老师有一个字往前跳，打过叫做也是个米比你别咪比比煮蛋，有没有？我们去田里跳耕种的时候，那个比较高的，你就要用脚去压铺住平，铺平的，了，对对对，比老师你那个比比有没有红哦这个啦，有红色音的哦，压死对，红色音也可以。它这个是专门用脚去做的动作吗？是啊，对啊，用是脚。算是啊，别是，还差不多是。哦，踩踏哦，这个有。主客人有吗？那个我们刚有提到说，上次我们只要跟打架有关的都不用，因为我们那个可能会重复。因为那个主盖哈，有的时候用手去推哦，推那个石头推不起来啊，要用脚去踹呀。哦，主盖，主干，我们之前那个打架的那个词汇，这个有了，那边有啊，对，上面有了。我们主要不要以那个打架的词汇为主，对，以那个运动啊动作为主。这样还有什么？追赶、跑、跳、碰啊，那个你好旺可以吗？好啊，跨那个大步，栏杆，跨越，哦，往前跨一步是不是？后面跨过了 K 啊，好旺，跨过，你好旺，对，你好旺嘛，你好旺，跨大步也可以。对，跨大步也对，你好旺。好，反正就是跨步的意思嘛。对对对对。还有侧并步呢？怎么拼？我忘记这个侧的，螃蟹走路哦，巴拉，哎，巴西，巴拉，你给他查看巴拉，嘉文有提供哦，在新西兰那边，我们有可以看一下。比亚嘉文这里哈，哦，你别压。没有，等一下嘉文的，我们等一下，老师你刚刚说那个横着走，再讲一遍。巴拉，FA，嘛法拉，不那个这样啊，你法拉的吗？哦，横梁的，是不是这个？对，巴拉，横向走路的意思吗？横着走是不是？对，巴拉，横向走啊，你巴巴拉，古拉嘎这样吗？哦，所以你讲你法拉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个，就是说直接把它当成那个横着走，没有这个意思哦，要加阿鲁玛嘎。哦，那这个没有，没有错，没有，好，那我们看一下，比亚，马菲亚它压腿啊，两只脚开这样啊。哦，分叉，比亚，两腿岔开嘛。马比亚，马希法拉古拉嘎这样，是不是？希法拉的看看。
我问一下，马比亚是说，比如说你劈腿的时候就是马比亚，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啊，哦，对啊，嗯，好，一样，还有那个跪下哦，等一下哦，我们先看那个 sera 加文的比读，这个是什么？比杜鲁斯，比比杜索，杜鲁哦，他们那边贵，比读，比杜索是贵，所以是这个比杜字哦。索，哎，比杜索是贵，比读有没有别的念法有比杜杜索，鲁斯，比杜鲁斯比杜索， ，S 那边就 R 啦，把 R 给它对调，跟那个 S，这样子比哈、哦？杜鲁斯啊，对为什么？是不是这个字？对，对，对，这个地方语言的话，比杜洛斯，比杜洛斯跟比杜苏尔，比杜索，嗯，所以是比杜索，如果我们讲话会说米比杜鲁斯会这样讲哈、哦。对对对对对，可以。那个嘉文要不要说明一下，是不是他这个是地方的语言呐、啊？这个大家也有讲吗？它应该就是那个比杜索，膝盖，大家对于膝盖的不同的讲法。哦，所以也是贵的意思哦。对，嗯，杜索的哎，杜索是那个膝盖了，多罗斯我们也是啊，也是叫膝盖呀、多数跟那个多数都一样啊，多罗斯哎一样啊，会下。还有还有什么会下？那个光中老师，那个脚，我们脚在摇晃，在运动这样，那个这怎么讲叫We are we，苗阿威 We are we， We are we， 哎，对了，扭转一下扭，We 转 are 一 we，下，对，把你的踝关节给它转一转。对，这个哈、哦， We 是不是这 are 个 we， 字？扭动，对，We are we， 对，就是这个，活动关节哈、哦。哎，活动 We are we 这样。哎，We are we， 哎，对， We are we， 还有吗？哦，小白老师的单字很多的，我发现。还好啦，哎，还好。然后小白星星要多讲一些。个福吉拉努念好，我是把那个面啊的海韩国少人点。来这个好啦，等啊。不齐了，我给他说，觉得。小白老师，我都弄到齐了，我给说。好说了。嘉文有那个 sera 有提供一个 bu 白咖的意思嘛？白咖嘿。对，米冰冰，还有一个米冰冰，哦。老师，你再念一遍，咪什么？冰冰哦。哎，冰冰。PING，单脚跳。冰，ing 吗？应该是，我不知道。冰，你冰，哎，没有这个字。冰，嘛冰也是单脚而已嘛。
比如说一只狗，对不对？它的后脚被打了坏掉嘛，对不对？然后它走路的时候一摆的啊，受伤啊，马冰病，哎，哎，老师，你看有一下，是不是这个字？有，马冰马冰冰啊病，病，它有啊呢，马冰啊病。是哦，马冰病没有哈。它这个冰啊病好像是那个鸟的翅膀受伤下垂的那个意思。大部分啦，就是一只狗啦，车祸以后有一只脚坏掉嘛，就垂哦，在那边啦。嘿呀，马冰啊冰的啦，你啦，是这个字没有错嘛？嗯，马下垂摇晃是不是？应该是受伤的意思啊。就是那个狗被车子撞到的时候，它有一只脚悬空的那个。对啊，那个换成人的话也会啊，嗯，人受伤的时候也会另外一只脚垂的啊。哎呀，用单脚跳嘛，掰卡啦。嗯，马冰啊病啊，马冰病啊，我们都叫马冰病啊。还有什么？哦，老师，那个如果我们说要追人，那个追怎么讲啊？追米了贝儿，了贝儿，米勒佛追人米勒佛，米勒贝尔是抓吧？米了贝儿追逐啊，米勒佛。哎，美惠老师，你再拼一次米什么？米勒佛。米了哦，多一个 R 还是 L？米了富我是要看一下，是米勒佛应该是 L 呗？米勒佛没有，米勒佛就好了。我有写哦信息栏那边。哦 Kiriman 하고 L。哦，追啊哈，这个哈，好，米了富，赛跑的时候一直追对手的那个嘛。对啊，米勒佛，米拉乌还有一个说法，台东的米拉乌，写起来哦。追赶，拉 Bush 是吗？哦，米拉，哎，米我常听他们说米米拉乌，拉乌，米拉拉乌，哦乌常讲在那的了米拉乌，老奔后去追逐一下米拉乌。追赶，嗯，哦，驱这个是赶，追赶，通常是追那个不是人类嘛，是动物之类的，对不对？对，还米拉乌，嗯。哎，老师，这些字好像签词表都没有。没有吗？有的，我们米英语教授的应该有。你觉得以前词表那算是中高级的吧？词汇。哦，米拉乌，嗯嗯，米了贝儿，米了贝儿也是追赶哦。米了贝儿了贝儿了，这个吗？哎，追捕，这个跟那个一样，刚刚那个字一样的意思哈，应该有，跟那个米拉乌是一样的意思吗？米拉乌，对啊，那个是对动物，米勒贝尔，
米勒贝尔是抓青蛙啊，抓鸡啊，米勒贝尔。哦，不一样哦。追人也是啊，不能这样去追他，这样追人啊也都可以。那跟勒布登还不是一样，抓人米勒布登古啦，啊那哎，抓他这个住那个，他这个感觉好像是手的动作，是不是？对，那是手的。所以米勒布我谁这是用是脚啊？手去抓的，用米的笨。对对对，那是手的动作。那应该是那干嘛呀？还还有那个跺脚，那个我们坐在椅子上一直颤抖，那个怎么讲？有这个说法啊？米迪尔吗？老人家不是说个比米多爱米是吗？米哦，对，试试看，发抖那啊，不雅的动作有没有？有时候老人家在外有面在有有讲，妈爹爹，是不是这个发抖？是不是一直抖动的意思？对啊，对啊，那不是哦，发抖哦，那是他抖脚。开心，有没有脚自然而然就老师，你讲的是抖脚嘛，对不对？对啊，跺脚哦，是哦，还呀，就是抖脚脚，一直抖的，对不对？抖脚的。哎呀，但一只脚一直在那边颠这样，坐在那边那个脚一直抖啊，对，有的人在外面纳凉的时候，脚就自然就这样，就运动一种动作，自然而然的哦，脚的动作。我哎呀啊，没有意识的。老师，我问一下，如果你们是用米爹爹还是马爹爹？米点是故意的啊，马点这个是自然的吧？马点叙述我看到的，他的脚在抖，那就马点绕你啦，这样。自己的话就米点哈。哎呀，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分哦？应该是，如果是自然发抖的话，应该是马爹爹。马点对。你在那边抖脚的话，应该是米爹爹这样哦。对。那应该用咪才对。现在是脚的动作嘛？对对对。每次要小白老师，你的词汇真的很多哎。出去比赛的时候，那个要跑100公尺要出发之前哦，那个就会脚一直跌啊，那个脚就会一直发抖啊。那是害怕的马点。那自然那是用马点我哎呀，我有没有发抖？对，上台朗读也是啊，看到评审也会马点啊。对啊。所以用妈的时候是真的在发抖嘛？哦。对，这自然的现象。妈，你爹就是故意在抖嘛，就是抖脚。对，那故意的抖脚。好像对方在讲话。现在也可以试啊，你的脚可以试试看。老师，我问一下，我们以前阿美族的年轻人，如果用米爹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是说，就是这个人很臭屁啦？哦，臭屁哦，没啦，臭屁嘛。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汇，就对了。对，很故意的。老人家会忌讳啊，他说什么男生怎么可以男抖女贱？有没有男抖脚就是不行，就很像很穷不雅的动作，会很穷这样。那个老人家讲，男抖穷这样啊。女抖贱哦，这个怎么感觉很像汉人的文化？我们以前也有，老人也会讲啊。我们百姓呢，这也是忌讳的一件事哎。到底马恩讲，老人家都会禁止哦。哎呀，会很生气，尤其是放屁的时候更生气啊，那个老人家。那个斯拉嘉文在问说有没有盘腿的说法，或者是3-7步？盘腿有没有？好像没有呢。地法让吗？米地法让。法让，等我一下。地法让就是
把你盘脚，的脚试试看，跨在别人你的跨腿上，哎，也是自己跨，也是马蒂法让啊，马蒂法用吗？马蒂法让国哀，米蒂法让就是故意就是跨别人的脚，像小朋友啊，他要米蒂法让躲这边，那就会小朋友就喜欢在妈妈的腿上面跨，有没有？米哦，蒂法让，马蒂法让就是自己吧，自然的。哦，马达蒂有有有，法让就是脚互相就是跨吧，马达蒂底法让法让。嘛，对不对？字根是底法让，就是对对，对对对，还睡觉的时，身体横卧在他人腿上或身上，是把脚对跨对对，在他身上哦。自己有时候脚会交叉啊，马达蒂法让就是自己的脚互相。啊，这个跟就所谓盘腿有关系吗？所这个所谓的刚刚嘉文说的有没有这个字根没？不是，他是说马达蒂法让也是脚的动作，所以这个有盘腿的意思吗？马蒂法让马达蒂法让，就是有一点像盘腿的意思。要加一个马达对不对？迪哦，马里盖老师对哈？马达蒂法让，哦再加一个马达迪才会变盘腿，是不是？嘿，试试看，很像是应该是这样，交叉嘛。没有这个，交叉对，马达蒂法让是交叉。好，我看看，它应该会出现，它没有出现，我看一下，没有这个字。不过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应该是重复子音加 a 吼，表示很多的腿交叉，应该就是盘腿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打底法浪就有一点是腿跟腿这样交叉的意思吗？对，对对对，打底法让。应该是马打底法浪，没有错，没有错。它会重复那个子音嘛，对不对？来重复子音。那如果我们单纯讲马底法浪的话，就是只是跨我的脚跨过去而已。对，马蒂法让阿姑姑我爱苏有没有？我对，跨到你的脚，就是跨过去的意思，跨在人家身上之类的。对对对，那马打底法浪的话，就是腿跟腿这样互相跨，就是盘腿的意思嘛。对对对对。哦，还有问那个 Sra， 还有问3-7步。什么叫3-7步？怎么意思？女生站的那个样子很难看哦。做是什么？那个女生站姿有没有不雅观？有没有一前一后这样子站？哦，很不屑的意思啦。也是有那个啦，就是不是有点像太妹的站姿啦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脚还故意抖啊。那个是站的动作吧？哈。对，他是算站的动作，还是歪歪的站着，就是3-7步。有没有形容吗？Masiwar ku kata tumireng masiwar 就是歪歪啊。masiwar 我写一下。马西瓦是 L 结尾还是 R？ 马西瓦一定希望的，一位是这个字吗？哎呀，希望的，歪歪的啊。哦，我们讲希望 L， 它是 R 也可以了。米希望，你猜一下 L 看，我们通常讲没有弹舌。好像 L 没有，没有哈，那就是希望。希望。它这个就是位置影响。哦，就是所以
马西瓦他没有形容词没有直接讲脚的动作嘛？没有哈。没有呢，还要加一个形容词。对对对，那 Masih wargu katumilang 对对对。对。那这个应该不算。所以没有直接形容，就是一个女生的站姿很难看的那种说法吗？没有哈。没好了，等下的话还在想啊，有时候平常会讲，现在一时会东想不起倒西歪呀。那个很像马拉桑的说法。对呀，对呀，马拉上东岸嘛，东倒西歪。那是在移动的位置的动作中嘛，是，但是我是我萨古拉卡这样。哎呀，马拉上的时候左弯右弯的那个走法不嗯，正确，不正萨瓦的意思。拉瓦拉，萨瓦拉瓦啊，拉，萨瓦拉瓦拉是那个啊歪来走歪走歪来歪去。瓦拉，瓦拉瓦拉，萨用 瓦拉 R，瓦拉应该是 R 用 R，用哦，R，弹舌。用 R，米哦，萨瓦拉瓦拉就是故意的对哦。不停的晃动，是不是？对，对对所以我们如果说马瓦拉瓦拉，就是走路摇摇摆摆的，对吗？对对，要晃晃，那个是马拉桑埃古拉阿拉嘎。哎，哦，但是这个就是有跟走路有关的嘛，哈，对对，跟脚哎，有关。对对对，走路有瓦拉瓦拉，关哦。瓦拉瓦拉，米萨瓦拉瓦拉就是有故意哦，走。对，米萨瓦拉瓦拉古拉嘎尼小白信息，啊，那这个个是什么好像是意思？马拉桑埃多。哎，那个美惠老师，用米沙瓦拉瓦拉，它是表示什么意思？是说故意的啊，他有意就是米萨瓦拉瓦拉假装酒醉，那是有故意哦的意思。故意的哦，懂对，了。晃来晃去的。那凯明老师，你在网上那个盘腿那边哈，刚刚因为我的那个麦克风关掉，所以一直讲不出来，你们听不到我在说话。哦，所以你刚刚有讲哦，我没有听到。有讲很多哈，所以我一直以为你们有听到，结果原来是我的麦克风那个封面打开哦，然后那个盘腿这里哈，如果改为马把把不是盘腿那个地方，你再放老师你念一遍，我打看看。把不是你翻到刚刚那个盘腿那个地方。这里马达迪法让，对，马达地方让，如果你把它地方让用 PA 呢？你是用巴达迪法让哦？对，故意的。哦，那个它其实意思就可能是让谁盘腿，是不是让他盘腿？对，这个有一点指令的意思了，把地方让对对，这个可能就是变成是它是命令的意思了。命令的意思嘛，对了，把地方让。哦，那这样应该是也是算吗？我看一下，对啊，就是它这个感觉就是说那个跨在别人的身上。对对对，它这个可能是叫把腿有那个让的感觉。老师你觉得要加吗？要把这个，因为这个跟马迪法让不一样，马地方让就好就可以了，马地方让就可以了。对，它字根一样啊。还有一个叫拉沃喉舌音点上去，然后 OD，欧迪拉沃，这个跟进，很像跟进。我看一下有没有字根。然后里面叫跟进的意思。拉对，沃，对，然后
米拉沃，跟上嘛。跟上。哦，对，好像有听过呢。或者说米拉沃，米哦，拉沃，这个是不是这个？跟靠近接近。近啊，哦，接近了，对了，就这然后个意思了。米拉沃沃，这样，哎，它这个跟脚的我是动作有直接的关系吗？这个靠近，那这个感觉好像是靠近的概念哦。没有，那就应该没有那个。有走近呢，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对啊，拉沃啊，对了，老针这样所以它其实走就是进去，有走近的拉沃，意思。走给这近了，拉沃，那应该是拉沃了，R A，乌对色，嗯，好，还有什么？乌还有刚刚有一个还有吗？老师扎嘎扎干扎，上去，哦，嗯，对对对，瓦干，嘎嘎，这样子哈、哎，上坡也用脚嘛，所以米扎干有用，就是往上爬的意思嘛。往上爬也是要用脚啊，对对对，好，嗯，攀登。啊嘎，还有什么？图基卡，刚才有没有？图基卡，刚才有没有一个图基卡？好像没有哦，图基卡老师你拼一下， ，TOKIKAR，杜基干踮脚是不是？对，哎，刚刚有一个踮脚，我看一下好，像有哈。冰冰，刚才叫冰冰啊，看一下有没有。哦有，米杜基干有，刚刚有这个字。有，小白老师，你刚讲的那个是什么？冰冰啊，你没冰冰，没冰冰多，这样用一只脚跳啊，单脚跳哦啊，有，有哎你了哈。哎不是你哦，老师冰啊你那个应该冰是马冰啊冰啊冰冰啊冰是垂下来的哦，啊，冰冰是用单脚跳，要单脚哦有哦，刚刚好像没有把它记下来，冰冰，嗯，看一下。所以冰冰是单脚跳的意思是不是？对对对，用一只脚跳这样。以前哦我们不是玩那个不那个玩什么家的，你知道？哦，那个啦，单那个脚跳，跳格子啦。公鸡斗公鸡的了，斗公鸡它就是单脚，哦，对，单脚跳哦，咪冰冰对不对？对啊，你冰冰多这样啊，单脚跳过去，再跳回来这样。好，
还有吗？向后走呢，有吗？有这个字吗？一样啊，是古人古那个这样。哦，那2个字的就可能不行，对啊。不行了，这样不行。脚还有什么动作？那个有啊，还有一个什么，一拐一拐的有了嘛哈，马比喻哦，马别又有了吗？对呀、有了，马别有了哈，嗯，好马别又马希法拉古乌拉嘎这样，马希法拉那个脚开开的，走路的时候脚开开，脚开开劈腿的意思吗？不一样哦。就是 Yeah，走路的时候那个是马别。Yeah，啊，老师，你刚讲那个，你再讲一次。马希法拉乌拉嘎，两个字了呢。对呀、好像2个字了哈。嗯，他呀，完了，老师，你那个刚那个字怎么拼马希法拉， ？T 哈，马希法拉，对，试试看，有这个字，它这个是横着放，横着哦。刚刚有讲到了，提发那就是横着嘛，对不对？有了，对对对，衡量哦。因为我们在叙述一个人走路开开的时候，马希法拉带过那个，你看这脚开开的，嗯，马别有了吗？哈。Kihahor， Kihahor， Kihahor， 基哦，哈，后， Hor， Kihahor， Kihahor， 鸡哦哦， Kihahor， 基哈，怎么拼？老师，你要不要帮我拼一下？ Kihahor， 那后面那个是 R， 哦最后一个就是 R， 鸡哈 h 这样哦，对这什么意思？ ，O 型腿 O 型腿哦，哦， ，O 型，会也算不算呢？也算啊，脚的那个啊。哦，不过我找不到呢，老师没关系，嗯，米基哈 hall 对不对？对，O 型走，O 型走，对，这样对，这样子对。是 O 型腿嘛，中文没。有，你给他后的话，你要说，就是 O 型走了，你给他后，就是，O 什么 O O 型型走是什么意思？你就 O 型的走路啊，就是腿圆圆的这样走路哦。对，O 型走啊，O 型腿的那个方式走，这个意思。也不少呢哈。马达古努了，古拉嘎，达古努了，
达古努鲁古拉嘎。老师，你这个是驼背的意思哦。对啊，哦，这个可能老人家走路都是弯弯的。所以这个叫驼背的走路这样子。古拉嘎，哎，因为它这个2个字的嘛，这样子。哎，好了，对。好，还有什么？不然老师，我们如果等一下想到可以回来，我们可以先到那个新的啊。好的，anu ko soal saya ko pahar ko no pakai no waaya anu rakatai 词汇哈，但anu ma pakaharateng 我们也可以回头再来到这个上一个题目哈。现在接下来我们的耳朵的动作是吗？对。耳朵的动作哈。好，耳朵有没有对耳朵的？它是一个动作，还是有其他的？耳朵的反应动作都可以，对啊。同步动作哈。我看看。Pakai tengil， tengil， 听嘛，对不对？对。Loang， 哦。对。DOENG， 一的前面加那个喉舌音。loang， 这样子吗？我看看。老师，你拼看看。loang， 对呀那个NG 不要哦 NG 不要哈。对。ENG 对，然后耳机放在后面对，这样就对了。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有这个字。有。所以老师，这个我们是耳聋啊。耳聋的意思哦。Misa Dadi Lo N Lo N， 这个呢，这个有loang，它有一种是故意听不到的，或者说听不太清楚的，这个没有完全聋的哦，它不是聋的。所以老师，我们要讲 Misa。要这样讲哦。Misa 就是故意听不到，听不懂。故意听不到这样。这个人故意没有听到这样。Misa 或者当不到这样。装聋作哑的意思，对不对？装聋作哑的意思啊，对，是了。Misa 装聋作哑。还有一个，loang 本身的话就是那个耳屎啊。耳屎的意思原来也是耳屎的意思。他找不到这个词，你看小白老师还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这个loang是耳屎的意思。对，没有错，也是耳屎的意思。loang 的话就故意听不到、听不懂还是什么？
如果耳聋的话，它不是叫热昂哦，它叫马多勒盖，多了马多勒盖，多勒盖，马多勒盖，那真的是天生的耳聋了。哦，马多勒盖，马多勒盖，马都 L 还是 R？多马多了勒，哎呀，我看到对，了，重听了。耳聋，完全听不到。马多勒这个就叫重听，已经完全就是天生的了。马多勒，哦，这个就是真的，K 哦 A，加 AY 的话就是那个马多勒盖，就是耳聋的人嘛。哦，嗯，所以我们一般区分的话，如果你用耳送的话，就是装着没听见的意思，装聋啊，装聋。哦，装聋嘛。那如果是马都勒克，就是真的聋了这样子。对对对，哦，OK，马多勒盖，那我们这边直接用妈就好了。老师，所以我刚刚讲说马佛恩就是装聋嘛，对，那个他也单热昂是儿时的，对，马佛恩就是装聋，那马多勒克就是真的是天生的耳聋这样。天生的聋。耳朵还有什么？偷听呢？那个偷看是米希宁嘛？偷听怎么讲？李哈，马浩浩，好好是不是？浩浩是浩浩是交头接耳了，浩浩是俄语是不是说悄悄话？哦，那这个应该是嘴巴的动作哦。对这个而已。你刚才你讲的那个偷听，李哈，李哈，L I F A 不是 L I H A F， 李哈特P 哦，李哈夫 F，李哈，李哈，这个是边是谣言传闻，偷听，不是耳朵的那个了，不是哦，李哈，对你，李哈。你们很个偷听啊，有偷听吗？慢，有偷听这个意思吗？偷听，你还有一点偷听的意思呢。我们如果讲有这个话吗？米里哈有了，闲言闲语啊。哦，所以这个是用嘴巴的，对，嘴巴的动作。大部分这个讲那个李哈的部分的话，去探听别人的闲话啦。你说米里哈是有探听的意思哦？对，没有，马拉里哈才是的，马拉里哈探听吗？马拉里哈是吗？老师又加马拉变成探听的，是不是？对。听，所以我们加个马拉里哈就变成探听的意思哦。小白老师这样对吗？应该不是啊，不是哦，马拉里哈不是探听了，是好像是互相听呢。互相的意思。
互相倾有一点听是不是？轻声细语的，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了。马拉里哈有没有互相倾听的意思啊？马拉里哈有一点像，就是轻声细语的哦，所以类似。是嘴巴的动作，对不对？对，这个是嘴巴的动作了。哦，那不是。那老师有没有不是倾听啊？就是说我倾听你的心声，那个倾听有没有那个话？你上一次好像有讲过这个哈。有倾听吗？咋等于了吗？我就一直听，一直听这样子啊。探听啊，所以老师你说加个沙是不是？沙等于就是什么探听吗？对一直听吗？对对对，探听，咋等于都说不到啊？探听别人在讲什么。等于就是有点是，就是在听人家讲什么，是不是？就探听的意思。探听啊。哦，它就是重复，等于就是等于再加一个沙就对了，沙等于就是探听的意思。听别人的还是哦，听听别人的说法这样。等于然后这样，等于了。哦，这边有呢，请听啊，有真的有呢。米沙等于，探听，还有倾听。所以没有偷听哦。没有加一个祷告咯。我要打告哦。加一个祷告哦，祷告还等于偷听。老师，那我们如果叫小孩子听话、听歌，或者是什么，这个都是同一个字吗？对，同一个字。meeting tu radio, meeting tu soal. 哦，对听音乐也是嘛，对不对？对。耳朵的部分还有什么的可以哇，耳朵好像比较少。比较少？meeting tu soal. 听，听。有没有专心听？有没有特别有一个字是专心听的？专心听，专心听，对，就是终于了啊！终于了，你查，你打看看沙鲁这个，沙鲁这个。Sarujak R 吗 ？R 对 R。Sarujak K 结尾哦。对，没有啊。哎，Sarujak 有乳这的那个加个沙好像没有呢。没有哈。Sarujak hani tingil. 专注的听，终于了，你tingil或是Sarujak。好像没有这个字，但是好像你们讲的话，好像也是要用2个字，对不对？对，他好像没有办法用1个字。对呀。那有没有听话？你tingil tu soal。就是就直接翻译就对了。对啊。对，
都是用耳朵去听啊。那好像耳朵的动作比较少哦。嗯，行啊，行啊，行啊，看看你行啊，有点很闹的意思哦。那行啊，是不是？怎么拼，老师？ HANG 啊 NGAD 啊，行啊，这样啊。对，行啊，有点很闹的意思哦，这个哈上，哈让，行啊对，也是，哈让也是，哈让也是，哈上，哎，哦，这个被吵闹，吵闹声困扰是不是？对哦，行啊这个哇，这个字，哈上，所以这个是哈让也是，耳朵被这个困扰是不是？它是耳朵的反应嘛？对啊，马上爱要声音哈让很，哈让行啊，对，我刚刚拼错了，哈让是对的了，行啊，对，马哈上哦。哈让对，哈让，哈让是吵，有点被吵到了，吵耳。哇，这个字，小白老师啊词汇很多嘞。词汇啊，他的头脑是词汇。小白老师，你是耆老了，现在。哪会啊？你好，哈上，马哎，上，老师，我刚看一下他那个字典哦，有同义词，你们看一下这些字，你们认得吗？就是你看哦，第一个是商业是什么意思？上，商业是那个噪音的，哦，所以它是单纯指噪音哦，跟耳朵有关联吗？商业也是跟耳朵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用马商业商业可以这样商业啦讲吗？，不得哦，就是被声音吵到了，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哦，没商业的，对，马商业的，可以哦。哎，好像有这个字，哎，有啦，被吵闹干扰。马这个所以上，这个字是一样的。跟那个海浪一样的意思。对对对，海浪啊，你可以说是你很吵啊，这个是那个东海岸这边讲的了，那个海浪。我们也是啊，叫哈上啊，你们这也是哈上像那个么？哎，那喝酒喝到3更半夜，还一直讲话越来越大声，哈上北部这边也是搞商业了，也是叫马商业。哇，我看到一个字，老师我们常念的马拉浪，马拉浪是不是有这个意思？马拉浪，马浪也很像有一点马拉浪，很讨厌，被吵到的对这样子，是不是？对，哦，所以这个很吵的那种。这些字的意思应该类似哦。对，马拉浪，这个我海浪，搞商业啦，马拉浪对啊，商业。那个马拉浪哈，就是有一点，那个小孩子啊，那个老人家坐在那边了，结果那个小孩子一直吵那个阿嬷啊，要买冰棒这样哦，啊，结果一直在，一直怎么样嘛，一直干扰他讲话就对了啊。哦，马拉浪，马拉布拉娃娃这样子会这样哎，兰浪在那个诺哇，真的，哦，马浪，搞了那样，对，有一点，那个阿嬷就会生气呀。哦，令人浪在那个诺的话，他这个搞了那哦，这边有一点是那个儿童在塞奶的那个哦，在这
这个时候呢，akalanangan kuna wawa 这样，哦，有一点小孩子在采尿的时候就会讲这个 akalanang。有啦，还有那个小狗啊，它就会一直跟你玩呐、玩的不停嘛，那个狗啊，对，狼神那个古多诺啊，就这样，嗯，对，所以它那个不是只针对人哦，只要是生物都可以嘛。哎呀，老师，我又看到一个字了哈，你看这个扎纳扎纳，哎，扎纳撒那了，扎纳有这个字吗？长那个了它有点，不，长那了有点是那个那个啦，那个蚂蚁爬在身上的时候啊，有那种感觉啦，有没有？这样，比如说蚂蚁爬，它不是声音的烦恼，但是它是其他的感觉，是不是？对，不是声音的部分哈。不是，应该不是。那撒那撒个，就走路的时候，它会在皮肤上面呢爬，就有那个感觉这样。长那扎了啥？还长那扎了。哎，老师，我查了一下字典，还有一个字，你们刚刚有没有？就是好像有我们中文有讲到那个倾听，它这边有一个金啊，秀姑峦阿美的金啊，有这个字吗？金啊，你金啊，对，金啊是，它这边翻成倾听。对啊，回头看一下，不是吗？啊，金啊，金啊，这个有一点的，就是东张西望的，我看一下，叫了一下，叫他的名字啊，他就在那边看不到人，然后东张西望啊，看是谁在叫他这样。对，所以就是假设他在那个什么那个飞机场的大厅，你在外面叫他的名字，他在找人那个感觉是不是？是金啊，东张西望，金啊。金啊，就平常都在那个山上的时候啊，你如果说在山顶上有人在那边，你就在那结果他就在那边猛回头猛找啊，到底声音从哪里来这样子？你说金啊，对，金啊，就是东张西望去看去听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哪里的意思？来源在哪里？sa cinga-cinga. Sa cinga-cingaan kura huni. 所以这个也是反应声音也是属于苏尼也是属于耳朵的那个嘛。属逆算声音啦，就它是名词，对不对？对，属逆是声音嘛。哎，老师，我问一下，属逆跟你哈的差别在哪里啊？你哈是人讲的，人的声音叫你哈属逆就不是人的声音。声音不是，那个有时候收音机啊，收音机的声音啊，电话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啊，那个都是。只要不是人类的声音，就是用属逆。对。比如说属逆无法力，就是风声的意思，是不是？对。有啥个属逆无法力？是那个咩啥？对，是这些，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不会讲你无法力，不会这样讲哦。不会。老师，我刚看到另外一个字叫听从，说是这样念吗？对，说是这样念吗？
跟露踪露露啊，对了，路是跟随的意思呢。它有跟路是耳朵有关跟随的意思。系吗？应该跟腿吧？听从听从路的是跟随啊，的。也有啦，有啦，有啦。你gimana kembali tengah aja? Tolong soal nunggu gimana kembali tengah aja? 你要跟随我的话，这样。就顺从他的话，就对是对对对对，听从。嗯，有这边有呢，他这个说读俗话这样子。嗯，tolong suami duduk tu soal nomor tu asai，这样。哦，所以这个可以翻成听从的意思哦。嗯，可以呀，没错。顺从的意思。跟那个差不多，跟 meeting itu soal nomor tu asai 差不多。哦，如果我们常常讲说，我常常听吴老师讲这个字，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顺从祖先的什么什么，就用这个字对不对？就要用这个，就要用这个字。祖先的话，哎，都要用那个米露露。你等于是当下的听了。你感觉好像是活着的人哦，哎，对对对，我感觉是那个过世的祖先这样子。对对对，嗯，或者是我们说的话语，让人家一定要顺从的话，也是用这个路啊。哎，哦，你们那个圣经的话，大部分都是讲米露露露露，我说喏，你耶稣是讲的。对对对，努高瓦斯。他不是在等于那个时候呢，好像很现代的人呢。哎，laluan ko suano tawas 这样。哎，对对对，露露。所以我们如果要区分的话，等业就是听从比较是活着的人嘛，说就是比较是祖先的那种训话这样子。哎，对对对。哦，可是等于也是在当下我们说话的时候，等于给大这样。对对对，好在讲像等业是比较是当下的哦，对。他不会说哎，laluan ko suara ko 那个是我已经命令你们了，命令你们哎，你们一定要顺从我讲的话。laluan ko suara ko 这个有时候可以这样讲。嗯。听的方面，耳朵的部分，听的好像我看一下这个，很少。老师不听话有没有他的专门的用法？不听话，不听话。Gatul，很皮啊，他不听话啊，他那个几个就是你耳朵的，就是在讲说都不听话的意思吗？也算是啊。Gatul 是皮啊，他皮啊，是皮啊，就很顽皮，应该不是听的哦。不是了，有一点是形容词啊，形容词了。对啊，形容这个孩子不听话，像那个皮那么厚。对对对，这个好像都，哎，老师，我看到一个字，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咖喱鸡，是这样念吧？咖喱鸡是快一点呢。咖喱鸡，咖喱鸡，我念的很咖喱鸡是它是，咖喱鸡有一点类似那个什么东西跟一样东西，两样东西打在一起的那个意思呢。咖喱鸡是。就像那个瓶子啊，很多瓶嘛哦，放在那个袋子里边哦，走路的时候，咖喱鸡才能有声音呐。
瓶子的声音呢，格雷格，所以它这个这个跟耳朵有关系吗？听到啊，也是有时候也是被听到的，很吵啊。哦，是那个瓶子的那个格雷吵格，的。过来道理这样。我看那个字典，他写那个什么，那个调皮、顽皮、不听话，好像比较没有呢，咖喱给，咖喱给，它是形容啊，形形容容，哦，那应该是形容。要形容就小孩子不听话这样，格雷格现在，老师，那我问那个另外一个听力怎么讲？你的听力好不好？怎么讲？把它等于了，用把嘎等叶这样子讲，对啊，听力呢？把它等于来给做好，听力把嘎等叶感觉好像是叫谁听话的意思。把个等于了，你有听到吗？把个等于了，把个等于技术，你有听到吗？对啊，如果我讲如果是听力呢，你的听力，比如说你的听力越差，就越听不到声音，那个听力有那个讲法。只有等于跟龙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多了个，老师，你那个字你念一下，都什么？多了个，就耳聋啊，读了哦，上面那个读了个那个，所以没有说那个听力好不好，你的听力不错哦，这样他怎么讲？就把它等于了，就听力很好。哦，就只有这样子讲了。把个等于来要加一个 ay 了，把个等于来，所以我们讲听力的话是把嘎登，你要加 ay 哦。好，老师，不然我们再往下哈，我们把那个分裂东西的动作讲完就结束了。分裂东西。对对对，比如说切啊、砍啊，这一类的词汇。mistake， 砍啊，stick， 分裂，击砍啊，击也是啊。是的，哦，这个意思很多呢。小白老师，你要不要多讲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好多哦。没错，像大部分都是那个 mistake 是砍那个木材啊，准备赶回家砍回家的时候啊，就是砍那个木材啦，树木啊 mistake。老师，所以 mistake 的用法最广，对不对？你看它那个里面有切啊、割啊、剁草，那个叫米吉啊，击啊，击是切了，对击是切了。不然，老师，我们先保留它的翻译，它的翻译真的很多哎，很多。对啊。那我们继续讲，老师你们知道的，刚刚是什么？击，这是切的意思嘛？对。对呀哈。切块。米不辣，P-E-L-A。不辣，还有不辣是主要中文怎么翻？切半啊，切半，也是切块，是不是？哎呀，是 R 吗？不辣，L-A 喉舌音。哦，不辣。
哦哦，劈开哦，切成2半就是一定就是用米格拉哦哦，所以我们一般把它像那个劈柴的话，要切成2半就是用米格拉哦。如果是那个西瓜切成2半，不然也是用这个米拉多萨，不啦，米拉多萨，对来，还有那个叫什么去了？顿顿，墩墩哎，墩墩嫩，哦，墩米墩，顿顿，吨 T O N 顿吗？顿顿， TON 呢？哦，顿，这样哈，不是是吗 M 哦，N 顿？N 哦嗯顿，TON 哦，一刀一刀顿，的切是不是？嘿啊，切细就是米吨吨是不是？不对啊对也啊，算是了。还有一个叫切细的话，切切细怎么讲去了？我临时我刚刚还有想到，那个切那个猪要吃的那个地瓜叶啊，米墩嗯，墩墩，那个叫米墩墩啊。哦，就把它切一刀一刀这样切。啊，对对对对对，我也想到了，谢了，SIL 2次哈，谢了，切这个怎么翻？谢了，你谢哎，了，它这个有点像是分类，分类，对啊，对，跟那个把它分裂有关系吗？这个米吉也吉，也米吉吉，就有了，有了，吉有了哈。嗯，对。所以老师，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字咪你切这个谢了，字有分类，切跟砍或分开的动作吗？这个好像是分类呢。你谢了，对啊，我们不同的在东西，不同的东西归类起来，这样哈。对对，好像是这个米意思哦。西西了，哎，米西西了，好像这边没有把它切开或把它切断的对啊，意思。嗯，米没有哈，对对，好像比较分米类分配好像比较有。哎呀，米西西都是 mark 这样，事情分配这样。他米谢了，西西了，哎，还有一个叫什么？米墩墩米这个就我想到你们那个每次开会都会讲什么米格顿哦，米格顿。那个盾，决定了，决定了，结论了。它这个是跟切有关吗？没有关哦，有啊，也是有哦。有啊，有，有个盾，格顿是切断，是对，怎么切断？可以描述一下吗？对啊，只要用刀切断都是米格顿，是不是？对，如果我们切那个猪肉也是这样，给它把它的腿切断的话，也是米格顿吗？米格顿那叫滚盾了，要讲滚盾了，哦，顿顿哦，米个盾，米个盾，哎，米个盾切断，米个盾哦，米个盾是有时候是，一根东西就是直接这样拗断的意思，个盾，哦，拗断的意思，个盾，如果我们折断呢，也是米格顿吗？对，折断的就是一个盾啊，哦，这个米格顿也可以翻成折断。对，然后按照我们个盾还是都没到过，才说没到怎么，把话我们就讲到这里哦，就是我们做结论这样的意思了。哦，嗯，我们做结论啊，个盾很多个说的没带，我才说的没带，也是用这个个盾呢。好，
9点的呢，那个法里盖老师，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下礼拜再接哈，这个还不错。好，这个我相信会很多，我相信会很多有关于还能够说波隆的信息波隆ada makupal tu ini kita tu perkara sakit ini tu soal minta upang cah 词汇还能来好mafana ai ko sarikaka amapuro hawi nana kaile tu sakit ini pasifana tu tulut numita hanaku ko soal aray hanaku kita ya namo sangain ko puti arayom 好来，西西，希望下个礼拜我们仍然这个时间每个礼拜一的7点到9点但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互相来讨论有关于我们要增加的一些词汇能够把一念aray 平安晚安，好来，西西，谢谢老师。